此話一出，再度讓秦馬一靈，自己師傅這麼厲害。次段是上一篇番外結尾，下面是新內容。酒樓外，巴爺的幾個手下扶着他離開酒樓，走出一段距離後，巴爺現在怎麼辦啊？右雙引號，巴爺的手下們都焦急的看着他，畢竟今天的情況完全出乎了他們的預料。老子要是不出這口惡氣，以後還怎麼在博元城穩？右雙引號，他敢扇老子的耳光，老子就一定會讓付出千倍萬倍的代價。右雙引號，巴爺捂着臉，雙眸中湧動着無盡怒火。在博元城，一貫都是他欺負別人，他哪裏受過這種欺辱？可是巴爺雲耀酒樓的這位老闆似乎有些本事啊！他剛剛動手時，可是連境界氣息都沒展露，我們現在連他究竟是什麼境界都不知道啊！幾個手下都面露擔憂之色，因為他們心中都清楚，在沒有展露境界的情況之下，就能輕鬆打敗巴爺，這說明對方的實力絕對遙遙領先於巴爺，這是基本常識。巴爺心中當然也明白，怕什麼？我拜把子兄弟陶興文，如今可是赤星中長老。再說了，這事兒是他弟弟陶洪讓我來做的。走，我們先回去見陶洪。巴爺說罷，便帶着幾個小弟直奔博元城的陶氏商會。句號，雲耀酒樓後院，林雲帶着徒弟秦馬回到後院。老公，處理好了嗎？右雙引號，黃雪臉上洋溢着笑容，起身迎到林雲身邊，將林雲輕輕挽住，已經將人趕走了。不過估計還有後續，就陪他們玩玩兒。權當解悶了，林雲輕描淡寫道。剛剛巴爺幾人離開後，林雲已經通過神識探聽到了巴爺幾人的對話，所以林雲已經知曉巴爺這段時間來酒樓故意鬧事兒，幕後元兇是陶氏商會，這也印證了林雲的猜測。巴爺等人來鬧事兒，果然是有人眼紅雲耀酒樓的生意。陶氏商會是博元城最大的本地商會，在城內生意涉獵很廣。博元城最大的酒樓也是陶氏商會旗下的，雲耀酒樓的生意火爆，肯定影響到了陶氏商會旗下酒樓的生意。加上自己這個酒樓老闆是外地人，所以陶氏商會想搞雲耀酒樓，想把自己當軟柿子捏。師傅，那我們要做應對之策嗎？一旁的秦馬忍不住詢問。不必。林雲將目光落向他。秦馬，我已將你收為徒弟，剛剛在酒樓大堂我也說過，接下來我會重新安排你的修煉日程。右雙引號，這枚儲物戒指內有一本煉體術以及一些幫助煉體的資源，接下來你全心修煉煉體術，提升你的肉身境界。以你的毅力，我相信你能夠走這條路。右雙引號，至於你自己新的修煉境界，則不必着急。林雲拿出一枚儲物戒指，遞給秦馬。肉身修煉是一條極為艱辛的路，而秦馬能夠通過自己的多重毅力考驗，林雲認為他是適合走這條路的。秦馬現在的自身境界還只是洞虛境，距離渡劫踏入永生還比較遠。林雲若是想幫他提升自身境界，非常容易，但肉身境界的提升卻不是外人能輕易幫忙提升的，而且他修煉肉身對他未來渡劫踏入永生也有一些幫助。別看祖地永生者多，那是因為祖地人口基數龐大，實則祖地99%的人依舊無法踏入永生，這些人都是祖地的底層。是。秦馬雙手接過儲物戒指，師傅讓他修煉肉身境界。秦馬雖然覺得有些奇怪，畢竟肉身修煉並非主流，但他還是決定謹遵師命。師傅，那我回房間去學習了。秦馬向林雲告退。去吧。林雲輕輕點頭。秦馬走後，老公，走肉身修煉這條路可是很艱辛的，有你幫他。他即便不走肉身修煉這條路，未來也能有很高的成就。黃雪認真的望着林雲。
肉身修煉這條路確實艱辛，但只要他能走好這條路，他未來的上限會更高。蘇雲目光深邃，林雲自己最清楚，肉身修煉這條路有多難走，但也最清楚其中的好處。當然，他能不能在肉身修煉這條路堅持下去，現在也不好說，過段時間看他的成果吧。林雲喃喃，如果他能堅持下去，並在肉身修煉上取得一些成果，林雲會傾注心血，重點培養他。反之，如果過段時間林雲檢驗他成果，他無法承受肉身修煉的痛苦，沒有多少提升的話，林雲不會將他當做親傳弟子培養。作為天道，蘇雲選徒弟的要求自然也不會太低。句號，博元城，陶氏商會。商會坐落於博元城黃金位置，整個商會更是修建的輝煌大氣。商會後院，一位小鬍子男人正坐在椅子上，研究着一件寶物。陶雄老弟，這事宜你一定要給我做主啊！右雙引號，巴爺急匆匆的跑進後院，巴哥，這是怎麼了？右雙引號，小鬍子男人放下手裏寶物，抬頭看向巴爺。毫無疑問，他就是陶雄。當他看到巴爺臉上的傷時，眉頭一皺，你這是被打了？右雙引號，是啊，陶雄老弟。右雙引號，打我的人就是那雲耀酒樓的老闆。右雙引號，我是替你辦這事宜。陶雄老弟，你可一定不能讓我白白捱打啊！巴爺滿臉委屈，這個酒樓老闆是什麼境界？陶雄追問。陶雄老弟，這家伙動手時，我並沒有感受到他的警戒氣息，他具體是什麼境界，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比我高不少，我們恐怕是低估他了。巴爺無奈道，再高又能高到哪裏去？頂了天就是個萬物境，還能是主宰境不成？陶雄眼神中帶着輕蔑之色，在他看來，雲耀酒樓老闆真要能是主宰境，何須在博元城開酒樓？這種境界，哪怕是去赤星宗，也能混個長老。他陶雄就是因為修煉方面天賦不行，才選擇從商。依仗着他哥陶興文身份、實力，他才能在博元城將陶氏商會做大做強。這倒是。巴爺點頭，其中的道理他自然也明白。陶雄迷起雙眼。我本不想將事情鬧大，他若是識相，自己乖乖關門離開博元城，也就罷了。既然他不識好歹咁動手，那也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。右雙引號，我會讓他知道，我陶家在博元城擁有隻手遮天的能力。右雙引號，陶雄說到最後時，雙眸中已經湧動起一股殺意。他此次對付雲耀酒樓，可不僅僅是眼紅雲耀酒樓生意好，他更是要讓博元城的所有人知道，膽敢在博元城跟他陶氏商會搶生意，是什麼樣的後果。陶雄老弟，是要通知陶興文兄弟回來處理嗎？巴爺滿臉期待，沒錯，我會立刻傳訊我哥，讓他回來一趟。我陶家很久沒在博元城出手立威了。陶雄語氣冰冷，陶氏商會也有他哥陶興文的一份兒，這事宜是為了陶氏商會的未來，他相信他哥會出手的。隨後陶雄通過通訊發器，迅速將此事通知給他哥陶興文。